嘛，根据气象署观测资料，月中或月底的时，伫南海到菲律宾东边的海面，刷落来有可能就会出现风台。啊，不过最近受高压的影响，咱台湾未来的礼拜天气共款拢是晚到的时，温度正悬，也若过到了后是会落雷公雨、西北雨，而且雨拢会较集中伫山区，嘛提醒乡亲要注意。日头赤炎炎，气象署预测未来一礼拜全台湾拢是中到晴，好天烧热，但是午后有机会出现雷雨。气象署发布高温的资讯，针对16县市拢发高温提醒，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机会。午后热对流发展也是会落雷阵雨。那到了13到14号之后，开始转向东南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西半部开始转为一个比较容易有午后雷雨的发展的状况。区域上不同，但是山区出现一些短延时强降雨还是有可能的。若是已经渐渐进入风台季，气象署观测拜六以后，南海到菲律宾东方海面会转为有利热带系统发展的环境场。气象专家分析，综合欧洲加美国模式推测，13拜六开始，热带扰动的发展也有可能有风台形成的机会。13、14了后呢，要特别注意就是讲吼，南海甲菲律宾东边吼这边吼，可能有热带系统发展的这个机会。啊，目前看起来吼。这两个这个低气压吼，变风台的机会差不多2成到3成左右吼。天气风险公司是预测南海的热带扰动会顺偏强的太平洋高压的边仔往西北挖进中国到越南。因为即马季节已经大热，高压进一步向北偏甩的时阵，才有机会比较靠挖进台湾。记者综合报道。